主力出貨嘅6種形態。第一種，震盪出貨，股價喺分時圖當中早盤達到高點，跟住下跌，而且形成嘅高點呢逐步咁樣降低，成交量放大，呈現下跌嘅趨勢。第二種，跳水式出貨，股價早盤平開，然後快速大幅下跌，跌破開盤價同埋重要嘅支撐位，成交量比較大，而尾盤呢並冇回升嘅跡象。第三種，高位拉高誘多出貨，股價低開後喺零軸附近震盪，跟住快速咁樣衝高，但係衝高後回落，跌破分時均價線，吸引跟風盤出貨。第四種，高開低走出貨，股價早盤高開後衝高，伴隨住成交量嘅放大，跟住股價下跌，收盤收出長上影線。第五種，尾盤拉高出貨，股價經過一輪嘅上升之後，開盤價下跌，午盤開始上升，尤其是係尾盤嘅時候，上升到開盤價附近，但係第二日可能低開，而且走下跌嘅行情。第六種，陰跌式出貨，股價喺分時圖裏面位於分時均線嘅下方運行，即使遇到反彈都會遇到均價線嘅打壓。主力通過呢一種方式，慢慢咁樣拋售籌碼。記住啦，老友記，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為語財經點讚。